時間真係會沖淡一切。你以為唔諗就冇事，你個身體其實一直幫你記住。好多人諗件事唔提就等於過咗，但創傷從來冇消失，佢只係搬咗落你個身體度，無啦啦肩頸繃緊，瞓又瞓唔好，腸胃成日哽住，聽到某啲聲音，心跳即刻加速。呢啲唔係巧合，係身體發出嘅信號。你個腦可以扮唔記得，但你嘅潛意識會幫你記住，影響住你嘅神經系統。神經系統會一直幫你警戒，所以齋靠意志力逼自己唔好諗，根本冇用。真正嘅處理要落到潛意識，原來潛意識仲要分淺層同深層，因為大部分嘅創傷係俾你壓到落去好深嘅位置，所以有時仲要入到潛意識的深處，釋放當時嘅情緒，等身體知道件事真係完咗。留言話俾 Anders， 你有乜嘢嘅以上嘅任何一種身體感覺，或者其他並非生理問題嘅疾病，肯面對佢，先係療愈真正嘅開始。